我哋今晚黑嘅大會師就係黃淑儀小姐、關健傑先生。各位晚安。首先我要多謝咁多嚟幫手演出嘅嘉賓。不過頭先咧就有一位仲未介紹，佢就係陳友先生。多謝多謝，再次多謝今晚為我哋協助演出嘅各位嘉賓、藝員同埋歌星。Michael， 你睇下我哋嘅陣容咧，可以稱得上話人才鼎盛啩？係啊。嗱，我哋除咗演出嘅陣容強大之外呢，今晚到會嘅嘉賓亦都係非常之踴躍嘅，有政府各部門嘅首長啦，有各區嘅現任區議員啦，亦都有區議會嘅候選人啦，同埋有好多其他熱心嘅市民添。咁梗係啦，今晚8218市區之夜咧，係特別為響應市區區議會議員競選而舉行嘅。咁我哋真係好榮幸能夠敦請到港九政務處長班禮士太平紳士為我哋致辭。Mr. Graham Barnes, Regional Secretary, Hong Kong and Kowloon. 班禮士太平紳士嘅一席話之後呢，我相信在座咁多位，甚至乎係響屋企收睇緊電視嘅朋友，亦都會覺得，身為香港嘅市民呢，一定係應該關心區議會嘅選舉嘅。嗱，淨係關心都係唔足夠嘅，因為要有實際行動先至得。我知你指咩？到咗9月23號呢，我一定會親自去投票。不過咁喎 ，Michael 啊，嗱，關於呢個區議會同埋呢次嘅選舉咧，我仲有好多問題係想請教你嘅。如果你要我解釋關於區議會嘅嘢呢，我係非常之樂意嘅。不如一陣間我慢慢幫你講。唔該先。